眼镜啊！啊，这位时阵出来啦，那无同你我去接。眼镜啊，你即马是一个大总裁呢，我哪敢麻烦你去甲我接啦？对啦，你伫内里啊过得好，啊，即马出来有啥物拍算？眼镜啊，真感谢我伫内里啊这段时间，你对我的支持甲照顾。若是无你的斗相共，即摆我唔知变做啥物款。即摆我出来，你这个大总裁是毋是会当给我一个机会甲你报答？三伯兄弟啊，甲我讲啥物报答唔报答？以前咧过年的时阵啊，拢是你咧听我呢。你伫内里啊有代志，我甲你斗相共，这嘛是应该啊。咱两人的情分就无共款。即摆你来我身躯边甲我斗相共，我有一份呢，你嘛有。行。运动休闲村的会馆，即马我替大家介绍一下，吼。高尔夫球场，再过来，这是健身中心，然后这是白种区。你即马看的这个所在呢，就是咧综合的运动场啦。这有关条件方面，请大家对宋小姐去这贵宾室，伊会详细解释给大家听。请，多谢哈。有啊，我甲你讲嘛，这预售的情形哦，比估计搁较好。看起来，我踏出事业的第一步是成功的。对嘛，你等咧看，看影中进咱警界的事业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甲古堡集团提转来。哥，那安尼，咱做伙努力。江明姐，啊，你来这是要创啥的？金大少爷开公司，我无送回来就已经真失礼啊，哪会当无来捧场一下？听讲金融运动休闲村市场的风评袂歹，真侪人抢要买，恭喜你啊！江明姐，你到底有啥物代志，你就直接讲。景外，那是你上了解的。景华，莫会甲伊讲遮尔侪废话，人还有代志要问。来，喂，恁接待人客拢是用这种态度，唔通甲恁的财神爷赶走啦。金勇，我想要甲规个运动休闲村买落来，你开一个介绍。江明姐，我的运动休闲村已经卖到70，你即马甲我讲要全部买落来，你即马是安怎？是咧搞练小话，还是咧瞎摆啊？我是讲了无够清楚先。我搁讲一届，全部的土地我拢要爱。那你买出去的7成，上多赔人违约金嘛。卖予我对你来讲只有好处的。莫笑受啦！我一块草皮都无可能卖予你，真无欢迎你出去。出去啦！宋小丽，你敢对江总裁无礼貌？我要互你好看！你给我放开啦！江明姐，你叫你人莫搁拍啦，较紧的啦。好啦，看伫你的面子上，尊信，好啊啦，莫踮咧人的心理场闹代志。哥，金勇，莫安尼甲我气啊！我嘛是为你好呢。真紧哦，你这间公司就关门大吉。江明姐，莫干那靠一支嘴在顶摇摆，摇摆无路边久啦。我甲你讲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叫你跪在我面头前向我认输啦。金勇，刚才要出一支嘴的人是你，你这世人注定甲成功无的。我讲问你一下，要买还是唔买？唔买啦！真好，我提醒你，今仔日若是唔买，人工哦，就换你跪伫我面头前求我买。到时阵计数就由在我开。我是讲会到，做会到哦。江明姐，你讲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另外，好好啊，考劝你阿兄啦。
面真无可能无代无志来威胁咱。我是烦恼。对嘛，你莫烦恼。江明人今日来遮是目空赤，无愿意看到我成功，伊是来呛声的。不过你做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成功。我会让爸爸有我这个囝感觉到骄傲。 你讲啥？你规下拢伫台北市公司啊？是啊，脚可以的小。虽然成绩毋是讲偌好啦，毋过我煞发现台北夜景真水呢。你会当打电话给哥哥，哥哥会当马上赶来陪你，嘛较袂有危险啊。啥安尼陪啊？我想要家己一个人安静一下。彭志强是安怎无来保护你？你也毋是我的保镖啊。冤家啊！嘛无算是冤家啦。惠弟，我袂搁住遐。那安尼就甲哥哥转来啊。我才无爱。我想要看到迄个查某。气哦！你袂当一个人住外口，敢讲你要倒送甲哥哥，逐工替你烦恼。我已经毋是囡仔，我会照顾家己的。免甲互我啦。信用卡、各位伫的物件拢伫咧内底是毋？气哦！你无想要住伫咧厝里，至少互哥哥替你安排住的所在，好无？奇怪呢，我想要家己照顾家己，敢袂用的？你讲，多谢你摕物件互我，我先来走。气哦！你啥？我不准你甲我跟踪，嘛不准你甲倒送狗，我无倒这个引导啊！开门倒送，去找医生下。因两个一定冤家啊！拢已经冤家啊，伊搁甲威胁，我若是无甲彭志强毒掉，我就无机会啊！阿力，大哥，派一个人对咧，保护伊的安全。嘿，彭志强，我爱你连喘气的机会拢无。林头，所有啥物件我会当替你介绍。那你看我师汉草遮尔好，到之后买你的运动器材。安尼你慢慢参观，有啥物需要再交我。小等下。啊，你服务的态度遮尔歹，是要安怎开门甲人做生意？也无安尼啦。你摕一寡钱出来做阮的保护，安尼我就袂甲你计较啊。我是正牌经营，无咧交保护费。你若想要惹麻烦，我会报。报？你两个有听到无？伊讲要报警啦。真正毋知影是我。这个，你哪会甲这家人相拍？伊要甲我收保护费，我唔肯互因，因就动手啊。啊，伊是目睭去搞着拉来啊！竟然甲这是收保的，我是拍球的正神，不是相拍的正神呢。好吧，下晡多谢你交代我。你哪来找我？哦，是先的吼，写配互我啦。讲伊即摆登山顶吼，甲囡仔拍球啦。球队解散了后，咱大家拢分开啊。伊即摆伫遮咧开这个运动器材行。我甲你讲者，哎呀，顺便甲你送。啊，过来就是，我会来做你保镖。咱如果会当做伙拍拼。对啦，你若我就停过来，你然后，停过来。喂，心爱，
是吧？向阮打电话约你出来，歹势啊！你唔通安尼讲啦，现着去找我，是毋是有代志需要我斗相共？徛伫查某囡仔立场，我无替金我讲话嘛袂用。志强，你实在无应该互少带入去恁兜啊！原来你讲这个代志哦，我已经替着金华谅解啊。昨暗我甲金华见过面啊，虽然讲伊真有度量，无讲啥物，啊毋过，等伊一个人孤单，搁思念你的时阵，伊难免去想着讲，你甲只有两个人，是孤男寡女单独做伙。而且对伊来讲，只有阁是一个一心想要追求的情敌。伊是无想要互你为难的志强，但是伊种强强爱人强抢走，搁爱跳工，表现大方的艰苦心情，你敢有替伊想过？是吧？多谢你提醒我，我确实无应该无顾虑着金华的感受，我一定向伊赔罪。对啦，只后伊个无倒来我遐。是吧？你是毋是有代志要无闲？你要去对，我会当送你。志强，咱遮尔拄好，你嘛伫遮？啊，我有一寡代志甲志强讲，所以就顺续约伊做伙来啊。我知影有一间餐厅袂歹，我请你食饭，大家哪食哪开讲。我说袂记啊，我公司阁有重要代志要处理，啊无恁食啦，等两工才阁约啊。我先来走啊。你敢想要知影，先莫甲我讲啥物？我刚才想着要替手解决问题，拢无去顾虑到你的心情，是咧。是毋是心爱伊甲你讲的？志强，你敢会感觉我真无度量？虽然我嘛感觉手真可怜，也毋过我就是无法度放袂记你捌讲过爱你的话，所以我毋才会。今晚，昨下你走了后，手嘛离开啊。虽然手无讲，但我看会出来，伊无可能会回。讲实在，我有淡薄烦恼。志强，你哪会当互伊离开？你毋是有答应因爸爸，讲会好好照顾伊。万不伊若是发生啥物代志，你是要安怎甲因爸爸交代？我知啦，今日开始阿鲁爸就来公司上班啊，我会当找阿鲁爸替我倒水手，你放心。天地遮尔大，为什么拢无我会当去的所在？就想要转去厝的，啊，毋过去遮互你遮，可是无爱走，真是足讨厌的。志强，才分开一暗尔，我就开始咧想你啊。我也是足无路用的，是安怎愈想要甲你放袂记，就会愈想你咧。原来爱着一个无爱我的人，会遐尔痛苦。我总算是有一点仔了解卡桑真正甲我讲的话啊。喂，有可。塔罗，我想要甲七号讲话，麻烦你叫伊听好无？
笑无伫啦。有哥，等伊转来，我才叫伊回你电话。哪会阁无伫的？这几天我已经敲过来摆电话找伊啊。塔罗，七号是毋是伫台湾发生啥物代志？无啊，七号真好啊，伊是去朋友厝诶佚佗。好啦，我一定叫伊今仔日会记得甲你回电话。塔罗，麻烦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七号，真麻烦你，真的。还有呢？拢怪我无法度互七号接受我。平稳啊，莫阁讲这个啦，我已经做烦了。杜尚，七号已经离开彭志强因兜啊啦，人毋知走去倒。你为什么？变哪安尼？应该找的所在我拢找过啊，伊的手机也又搁卡袂通。志强，王辉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好好照顾七号。勇毅，行。哎，加死查某鬼啊！上好是在外口拄着歹啦，死在外口永远袂歹。嘿，台人真忝嘞。哦，迄个袂输敢若海底蒙针的。哦，中昼找到暗啦，啊，连个主要的人影都无啦。老爸，冰箱内面有物件，你家己摕去食。你伫厝内底等，看卖啊七号会家己走转来无？我去出来找看卖。无，这个，我袂使，我陪你去找啦。啊，若巴肚枵吼，咱个路边摊啊，凊彩2碗白就好啊。哦。哎，你怎么创呀？哎，你都三舅，你即摆是啥意思啊哈？七号人嘞？七号走出去啊，我嘛毋知伊走去倒位。彭志强，查甫囝讲话算话，我就是信任你，你会好好照顾七号。即摆咧，人甲我照顾到倒位去，你有哪敢交代？你都三舅，你安尼怪志强敢对？两支脚啊，写伫7月身上，硬硬要走出去，志强敢无法度呀？敢讲台叫志强提车锁甲绑掉呀？今仔日阮两个安尼，一世纪吼，替你找7号咧，这敢算你有交代啊？阮岛上是咧甲彭志强讲话啦，阮袂到你插嘴。啊，无你是要是安怎要相拍你啊？李社长，是咧，是我无守信用，我无好好照顾七号，你责备我是应该的。要我认为即摆上重要，是我应该七号找到的。彭志强，七号上好是平安无代志，若是无，伊就要为你讲过的话付出代价。七号，你甲带我出来遮，找这个麻烦是啥物意思？七号，你是走去倒去啦？多少我烦恼，你知无？你还袂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昨晚离开遮，你明明是知影的，你嘛答应我，袂搁岛上来为难志强，啥你讲话无算话？我袂再相信你啊！七号，恁岛上甲你阿兄是关心你，伊烦恼你的安全，即摆平安倒来倒去。七号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甲岛上讲。你叫伊讲啊！容易。我确实昨暗就知影七号已经离开彭志强家。啊，阮冇啊！啊？岛上，我答应七号袂当甲你讲，不过后来我还是烦恼七号一个人伫咧外口，我只好讲出来。好，真好。这个是我的客囝，这个是我看中的人才。恁两个竟然联合起来骗我！我甲你讲，只要若是你外口出一点仔代志，恁两个加起来嘛无讲。岛上是我骗你，甲志强完全无关系。志强对我真好，是我家己心情无好，要走出去的。你无应该怪伊。志强，是的啦，拢是我害你，无缘无故，我岛上误会，我嘛无想要互你为难啊。
我即马就甲我倒上转去。小，你讲啥？真实的？你愿意甲倒上转去？啊，毋过你要答应我，袂讲生气哦。袂啦，你愿意甲倒上转去，我欢喜就袂有啊，哪会生气啊？啊？真好真好。是哦，你是早迄对啦。我甲恁倒送，烦恼到袂食袂困的。即马看到你平安倒转来，我就放心啊。你毋免讲遐长讲面底计好心的话啊，互你只靠背嘛是互你正。对啦，是哦，你这几天伫外口一定无好好食吼，我来煮一寡物件互你食。毋免啦，我想要加我几年的，万一你伫迄点仔内底下毒，我毋是互你害死。恁玉芬阿姨是好意，通了后袂讲。我讲出我心内话，敢袂用的？你无想要听，就搬出去啊！只好，咱转来甲厝的讲话就安尼无道无志，敢袂一定按闹甲加欠不莲花受气。你遮顾人怨，我等你外面。只好，只好。倒啥啊？为啥物要甲死的？恁卡上敲几啊通电话互你，紧赶紧回电话。卡上。喂，约克，小可无快，你好无？卡上，我是七哦。卡上，我就想你的。七哦，我卡上嘛真想你呢。打电话互你也毋回，你的手机还阁袂通，害我卡上足烦恼你的。啊，你是安怎？我离家出走啊！我一个人伫外口流浪，毋知要去倒，嘛毋知要找啥，我真系足可怜的，卡上。七哦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哪会离家出走咧？你紧甲我卡上讲啊！厝内底吼，加一个身段恶大的歹查某，头上啥物都听伊的，是我来讲啊有伊的。我就要变成一个无人要治的孤儿啊！卡上，你紧倒来救我啦！七哦，代志哪会变安尼咧？若无你紧转来日本，转来我卡上身躯边好无？我无爱啦！我要是转去日本，就当成迄个查某的心愿啊！卡上，你紧来啦！你若无爱来，我嘛袂转去的。跳！你出去，我是要看见你啊！七哦，你啥嘛是担心你，较会请倒上做人去找你。我不爱听你的解说，我真的就伤心的。我搁了出讲，你是伫咧台湾，我唯一会当信任的人。你可能也是出卖我，你骗我。了解，只有志强是我会当相信的人，只有伊要骗我，伊是真心对待我。你若是遐尼担心只有的代志，你转去台湾嘛，你亲身甲照顾啦，唔免安尼踮遮逐工就忧头壳面。袂用的啦，我既然已经答应要成全他了啊，哪会使反悔搁转去咧？这敢是理由？
迄款代志本来你就袂用去答应伊。你甲看，武甲安尼生，敢有去食看庙公的？我倒上，感情本来就是免勉强的。我若是坚持要追回一切，安尼不但会破坏我甲塔罗足侪年的夫妻情分，无听过互只有失去老爸老母，我哪会忍心安尼做咧？这拢是借口。新丰组的作风一向都是甘愿长头不准退后。新丰组的人伫当时捌受过这款委屈，又看，只要你若敢点头，塔罗伊是无命通我留啦。我倒上，你莫为我的代志遮生气好无？这件代志我自头到尾拢是心甘情愿的，这袂用怪塔罗。你还搁咧替伊辩解？受这款委屈还搁无够数？你家己小想看卖，我的查某囝去互赶出门，我还阁什么面子通讲？规个黑社会安怎看待新丰组？这样代志我已经忍无可忍啊！一定要有一个了结啦！我倒上，这件代志我求你莫插手好无？你给我一寡时间来处理，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我交代会用的，上好你是有人应付我。若是一定都要武甲我忍无可忍。我就要死！为你开放的温水游泳池，专业的教练甲上新的运动器材健身中心，还阁有职业比赛水准的高尔夫球场、网球场，还阁有6星级饭店的管理服务甲绝对的隐私，让每一位来度假的贵宾拢会当完全袂受到惊扰，会当心情放下轻松，好好享受伫金融小清新的每一分每一秒。请各位用餐，离开进前唔通袂记去门口领纪念品哦。人来，搁要走，你甲阿伯甲金妹来祝福你啦。阿伯，你来啊！金平运动休闲度假村嘉年成功，我真是替伊欢喜。阿伯，金阳哦，前景的风云再起。多谢，多谢你。这条多谢你哦。金妹啦，我一船遮大船徛伫咧遮，你敢若看到志强无看到我？阿鲁爸，你都莫讲笑。好啦，我跟你讲算笑的啦，恭喜哦！多谢。是嘛？各大媒体拢来安尼，多谢你啦，当用媒体关系。你莫安尼讲啦，我阁烦恼我帮忙了无够咧。阿鲁爸，真久无看到你啊！你好，啊，都志强咧当咧创业啦，我是专工哦来甲搭3工的。金平，恭喜你！你是要走？我带恁来。安怎？我这么紧就要走是？哥，是毋是看到我事业成功，心肝来伫阮头上？我是诚心诚意来甲你祝福。建行来啊！建行来啊！来啊！建行，你是金融球球上上好的 partner。这届金融推出运动休闲村，受到热烈欢迎，已经替廖战友真欢喜吼。来，请你讲几句话，翕一个相。来，马上徛到我。我真替金平欢喜。各位，真歹势，各位可能唔知影，我甲彭志强因为生活无同，理念袂合，已经真久无来往。哥，理念袂合，是毋是甲进前建行在定心内绯闻有关，你才取消婚礼？这我就无唔对，就是因为彭志强啊定心内绯闻，所以金庸才会甲因变成冤仇啦。明志，你莫来乱好不好？豆豆看好伊啦，后壁有够精彩。高明强，你敢带人来闹我的场哦？金庸，你莫急啦，等我甲话讲完哦，保证你会更较生气。各位，真拄好啦，
我有一地200平的土地哦，伫金融运动休闲村的正中啊啦。我准备要起饲家庭，各位算来就是我的厝边啊啦。为着敦亲睦邻哦，以后各位若是买我的家啊，我保证绝对予你优待。江明姐，这所有土地拢买落来，你若是继续在这后面乱讲话，我想要告你啊！阿姨，你去告啊？江明景，你讲话就要有证据哦。证据？这份就是土地所有权证，你头头看有详细。你绝对无可能的！无可能的代志已经发生了。这要怪吼，就要怪你家己，无应该相信我的啦。江明景，你买是我的代书，按照变鬼变怪。这是你讲的哦。阮国宝集团对我的讲法是，这块互你帮盘的土地，是阮丁副总裁做主买，所有的过程完全合法。是嘛？你莫看这块土地哦，只有小小的200平，以后你就知影伊的重要。是嘛？即摆你知影迄200平土地重要？丁心麦，我有你一个解决机会，想袂到你竟然串通江明景来害人瞒阮哥哥，我真是人永远都无可能去相信你啊！你莫讲啊！恁一个一个用心去慢慢害我，要死就大家都会死啦！你，明姐，明姐，我求你帮我金融所，伊无到你说这块的打击，你唔通毁掉一生，我求你。阿伯，即摆刚开始尔呢，你家己身体哦，照顾好较要紧啦。我甲金融以后，更加无机会搁照顾你啦。明姐，明姐，你婚的人是我，你别那对付我拢无要紧。我求你，唔通毁掉我的后生，我求你。你这条命哦，无值钱啦，至少我无个博，我就是要一目睭啊，把金融毁伫我的手头啦。对不起，我老大哥，我爸爸。江明景，我不可能为了我爸爸啦！竟然伫进人的面头前拍我！江明景，我恨你啦！你想要恨你到死？要唔讲哦，我爱你，我爱你到死。你要帮助你的哥哥，唔通让伊倒落去，也若无会毁掉伊的一生。这个金融叫我地两滚，我来看卖，你搁会通挡偌久？只要我江明志看一声倒，伊一世人就莫是要徛起。江明景，即摆你来得多好，咱出来庆祝金融的惨败。江明景，你实在要死给我，变成陷害金融的凶手啊！无啦，你安尼讲就唔对啊呢，应该讲你是哦拍倒金融的女英雄啊。你实在唔较早甲我讲，讲你叫我买伊块地，就在金融运动休闲村的中心。我甲你讲，你敢会去买？毕竟，你想要拍歹金融，你就光明正大去竞争。你用这少年的步数，你敢袂想过卑鄙？我江敏进就是一个有仇报仇的人。当初金融甲我讲，我是一个无够资格娶金元的卑鄙少年，就凭伊这句话，只要我江敏进伫的，就无金融徛起的所在。而且我会亲像猫仔算鸟鼠同款，豆豆仔甲算，算甲伊死为止。一句话，你就爱伊死，你实在足无人性的。你无听过
话较来过行。金庸伫我心肝头插一支剑，你讲，我敢袂无甲背掉？心爱，你莫惊遐啦，我是一个有恩报恩、有仇报仇的人。你即摆替我拍倒金庸，你讲，爱我安怎甲你说多谢？好，卡叔，我来你放金庸煞。无可能。明镜。好啊，你莫讲啊啦，金庸歪伫你，甲我比趁食查某我不如。我替你出气，你竟然搁替伊求情。你若搁讲一句威胁金庸的话，用头怪我对你无客气。我袂了，你就倒落去。好答应爸爸，我做一个信人社。不过我所有资金拢投落去，还有不要紧的问题。看讲我即间真正彻输去，还摆咧高明前咧比你小的手头，我想到这了无说你。你讲咩？我唔敢话，我输了是唔敢话。你给我放开！我会剩下。我的未来，我的希望，叫高明全拢毁掉啊！你两个做啥？你想看我就来跟我踢球一下？我无迄个意思，金庸，我是好意。马上你要牺牲家己啦！你即摆应该真得意。高明正用刀插在我的心中，你即摆等在暗算，看什么时阵会当倒去？你伫边啊，就等下我拔一刀着我。我无啊，金庸。我希望我家己当有能力甲你斗相共，我免当可能在这个时阵保你一刀。金庸，我来是想要甲你参详，看什么补救的办法无？你别跟我喊着说袂歹啊！你给我走，给我走！金庸，我是无心的。我真是唔知影高明前叫我买伊块地，是为着要打击你的运动休闲村。我的丁俊爱，现在我放我手，你甲高明前连手甲胳膊全抽去，今摆佮用心去互破坏我的事业。你话甲我讲，会当挽回我失去的信用，解救我的处境。你真正比高明前更加恐怖。这种高明前讲明要害我你的，你到今摆佫讲要帮助我，你到底是要安怎你？我真是叫高明前利用啊！不过金庸，你放心，我的面目我会不信这个。别讲讲，金庸，你相信我。我叫你别讲讲啊！金庸，别讲讲啊！这爱对你恶毒的查某，从今摆开始，袂好你有机会再害我。金庸，可是你真是这样忘我吗？你靠断了嘞！我还有我的性命，可你还是嘞？好，我就信任你，卡要你要害别人。
东西，也能给西北等死。我就是金星，你解决了后面我什么关系？我想到我来还击，不能还赔你，不能被害你。有，你看你笑我，没跟我那走，你都敢走，走！是吧？咱有金明无？冷静来，好好想看卖。咱来走。全世界拢要看我的笑话，我不随你的意啊！体恤我爱做一个善者，我绝对不会输。我不爱做一个失败者，我会失败主义。我你敢要拍卖？哈哈哈哈哈！心妹，我真是唔知啊，我是不是应该搁相信你？我知影，因为你已经给我机会啊，我还有啥物资格恳求你对我的信任的？而且，无论我今摆安怎解释，我对金明的伤害，我已经造成。我都搁挽回，啊！不过你放心，我绝对袂让金明就安尼倒落去。我这世人欠你，我是安怎还嘛还袂起。心妹，我最后搁考劝你一句，你若是有心要悔改，你就莫搁甲江明静继续合作落去，马上离开。我话讲到这。志强，我即摆已经变成每一个人眼中阴险奸诈的少年啊！甚至我任何一个人都愿意甲我讲话，我求你莫走，好无？你若是想要得到大家的谅解，你就离开江明静。我真是无法度离开伊，志强。我留在伊的身躯边，我会当考劝伊，莫搁做伤害人的代志啊！江明静已经走过入我，伊敢有可能听你的？莫搁误受我，两早离开伊对你就好。啊，不过我心爱，你敢知影？金明受到这边的打击有我遐严重，以后我世人真有可能就安尼毁掉去。这我拢知影。虽然讲江明静所使我去陪伊弟弟。敢若签金明休闲运动村已经第一小部分，但是因为地点的关系，已经影响到规个休闲村主要的村民通道。佮加上江明静竟然讲伊要在遐去饲鸡场，金明兜里买地的资金完全拢变成乌有啊！营销的费用、工程的违约金。客户退定金的违约金，佮看袂到的商户，佮个人的信用完全拢破产啊！这一切拢是金明伊承担袂起的，就算是变卖金卡所有的产业，我都无够险。江明静的心性有够用，利用一块小土地，就互金明连翻身的机会拢无。是我亲手举刀，对金明的心肝头拄了去。心爱，咱袂当看金明倒落去，咱应该想办法甲伊斗相共。
即摆只有一个办法，会当解决金雄的事业危机，想办法。就是将迄块地要江明前的手头，搁摕到倒来。江面前可无甲金雄压落底，你哪有法度甲土地摕倒来？我有办法，我一定会做互大家看的。志强，你爸爸有较好无？医生安怎讲？还袂起来啦，也毋过有较稳定啊，目前嘛无性命危险。安尼就好。来，我知影你一定无食物件，我早一寡物件我食，危险食一寡，身体才袂歹歹去。有没有人呢？伊之前有打电话来问我爸爸的病情啊，也毋过后来我拢无法度联络到伊。我才是真烦恼金雄，今仔日伊差点要甲心爱地死。小我是家己的事，若无留伊这种人在世间上，唔知搁含埋偌济人。金安，志强，我真无简单，才改变对伊的看法，重新甲伊做朋友。也毋过我想袂到，伊竟然出动江明一来害埋阮哥哥。我本来嘛怀疑心爱甲江明正联手要害害恁哥哥，要毋听我心爱解释了后，我相信伊应该啥物拢唔知影，伊是去互江明正利用去。志强，你就莫搁替着伊心爱讲话啊！我这世人，永远拢无可能搁相信你。好啦，咱先莫讲这个。金安，我看你还是回去先好好休困，你要保持好体力，才会当照顾恁爸爸，才会当替金庸处理公司的代志。我即马烦恼到要死，我哪可能困得去？志强，阮哥哥即摆情绪真无稳定，你想伊会走去倒位？无，咱来去找伊好无？向主国家来领军，冲呀个八鬼！好了，歹势啦，等我欠你的钱哦，一礼拜一定会还你啦。我一礼拜。今天就是我甲金明较早定来啉酒的所在，金明应该伫来。金明！志强，死你啊！你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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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金明，你要紧吗？啊，放开！哥，你敢有相拍啦？我代志无算你管。金明，无论你有啥物困难，我拢会甲你斗相共。别在遮加我说啦，我无想要看到你，你赶快走！哥，志强伊嘛是关心你啊。志强，我是安怎甲你讲的？你讲我帮志强斗阵，这个人毁掉我的一生，害我无法度公伊退出球场，可有怪我的未婚妻，我甲这逼迫少年斗阵，你的眼中敢有这样？哥，你讲的拢不是事实啊，是你误会志强伊啊。黄志强对我所做一切，我永远会记在心内。你若是要令我这样样，你就离开彭志强。可是你坚持要甲伊斗阵，以后你嘛免叫我阿爷，我嘛无你这小妹。金明，你敢真是这么冤枉我？安那，你毁了我一届，真希望我无倒你。你做你放心，就算讲天崩了，我嘛袂走啦。哥，等等啦，若是你话怎样，叫我来等。哥。金安，志强，我是要安怎？金明这摆真需要你，紧点一点。伊也毋讲。你放心，我无代志。无论安怎，
你拢会伫我的心房内。紧转去。食饭啊！做咧个。哇，小坤啊，今仔是安怎？亲身落厨房哦。我是听讲只哦，会怀念日本料理啦，所以啊，就学几项日本菜。是啊，有听的话，恁结婚啊，伊为着你啊，学做日本料理呢。我先等袂起啦，要食泡面。你是创啥？坐落来吃。来，笑啊，即摆哦天气较冷啊，来，我温一罐沙克，你嘛啉罐。小坤，来，你嘛啉一杯啊。哦，真正是天要落红雨。我头一摆看到你甲查某人斗酒呢。笑，恁岛上是新妇啊？自我洗目睭吼，就毋捌看过阮岛上甲阮卡上倒酒。唉，阮卡上吼是一个敢若会晓使我红婿的戆查某。哎，来，啉酒，来。敬我的戆卡上。敬我看，我开始是有真侪代志需要向伊学习。真好。岛上，你敢有看到新闻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古堡集团举报转呢？听讲，敢若靠一块小小的土地，就甲金融企业拍倒了。吼，你妈会晓关心你家己的后生哦。不过廖准讲是放囝放囝的歹查某。是哦。有可能。你若是烦恼金融，我看你随时再去看伊。但你吃哦，会当甲咱做阵食饭，先食饭。我会卖食。岛上开去甲伊的囡仔带出来来遮大啦，恁去计划团圆好啊。啊我咧，飞弟，我嘛是介意。你是伫讲啥？你是我的查某囝，莫阁乱啊啦！真紧就毋是啊！记住。我无爱食伊做的物件，我甘愿食泡面。只有。先生，莫甲囡仔生气。囡仔，你袂袂少啊！遮尔捌代志，我袂要了解岛上的事。玲姐，主上的场午，啊，什么好甲你吹来？来，请坐。唔免啦，我要你弟弟，你开遮介绍。你弟弟哦，你买袂起啦。金融已经互你害到完全无信用啊！休闲运动村迄块土地，马白白永久停工，已经算40块钱。明正啊，你已经达到保护金融的目的啊！啊，无看安尼啦，你买弟弟开偌济钱，我出3倍计数。虽然讲我迄弟弟，我是无用偌济钱买啦，也毋过伊即摆价值是无法度估计。金融真紧哦，就要宣告破产。伊的运动休闲村捡我的地，占条主要出入口，无人遐讲哦，会走去买遐啦。当看伊拍卖邮票的时阵，我就用上低价钱接受金融运动休闲村的移定地，我家己来做。你讲，到时阵我毋是通啊变坏啊！你遮尔精明哦，换做是你敢有可能甲这块地卖掉？若是要讲到心机甲阴谋，金融根本就是有定啊心啊！我这招4两8千金，一卡就甲伊踢入去地下。唉，是讲哦，赢到这尔顺利，这尔轻松哦，
一点仔亲像都无，实在是无意思。明静啊，你唔通袂记，即摆互你一脚踢入去地牢内底，是你未来的大舅啊，我的亲生后生。你的亲生后生，嘛是我的冤仇人。对啦，我要提醒你，是要学人做主角，先顾好家己啦。你唔通袂记咧，我搁插一支刀啊，伫你的心肝头，你的生死拢伫我一念之间。我知影，免需要你搁提醒啦。安尼上好啦。对啦，我最近有投资经营赌场事业，迄钱哦，逐工是下现啊。啊，你嘛知影哦，做这道的哦，大部分的钱拢需要票赔，这点就麻烦你了。未来的囝婿啊，而且即马事业是愈做愈大哦。无啦，离我心目中的目标哦，搁差真远呢。若真正要做大哦，我要靠你牵线。好啊啦，金融的代志哦，你莫搁操烦啊啦。你紧转去按内林天星啊，发挥你的影响力，啊，洗一个管道找就好。我逐工哦，我有真侪钱，需要你甲我斗3工票赔呢。假使哦，你若是做到我满意哦，无得卡，我一欢喜就放过金融啊。我一定会尽全力配合你。啊，毋过囝婿啊，你唔通袂记，讲话是爱算话哦。万一到时手势举较悬嘞，放过去。一定。中午我无送啊哈。袂生你。我手机啊！这算是我找到啊！我口袋早有款状。心爱，你什么时阵变成了钱，竟然交我的布袋啊？因为我无法承受良心的哭泣，我无迄个意思伤害金庸。不过即摆咧，我煞变成害害金庸的凶手啊！你不是凶手，心爱，你是胜利者。你若为你的胜利，为咱两人的胜利，敢要欢喜才对。我不是胜利者，咱都不是。咱只是奸诈的少年，咱无迄个资格做胜利者。冰清，你怨恨金庸，那呢你就光明正大向伊宣传，做一个真正的胜利者。搁再讲，即摆你有权有势啊，你敢可会惊伊徛起来对付你哦？心爱，你到今摆还是袂了解，当真敌就是伤害家己。谁当你袂当参像以前同款听我的话？是毋是我对你做唔对？我无法照顾你，互你支持无？所以你唔肯听我的话。我答应过你，袂好我照顾你。我哪能对你无信用？
要好好照顾心爱。谁做你做袂到？你应该想要这个我。你今晚别听你的话，是你应该啊！林静，林静妈呀，你叫你放开啦！你放开啦！心爱，你伤老伙啊！是的啦，我唔是偷过要伤害你的啦。林静，你别老火啊！我替你治回来。啊！是你将我为大火中救出来。假使若不是你，我早就死在高丽医迄场火灾啊！我的命是你予我的，我听你的话就是啊。这是你的真心话。是爱，安尼唔才对。自细汉，我就无亲人。心爱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。这世间所有的人拢当反背我，只有你袂用。你好好听我的话，咱一定当得到金钱甲权势。咱其他人才袂看袂起咱。咱才当活命，搁较有尊严，搁较有自信，啊！金啊，我知影你对我唔满意啊，我毋过跳出你甲彭志强。啊，毋过请你相信伊啊，我是袂害你的。我甲彭志强熟识遮尔多年，我比你搁较了解志强。我甚至伫怀疑，伊甲陈心爱一定有来了的往。哥，我拜托你莫常常活在过去的日子内底，好无？在我的心目中，志强是我所有朋友内底上界正直，嘛是上界有情有义的人。是你家己互埋天怨地的心暗藏着你，你知影无？你讲我埋天怨地？你的手袂当投球，你着怪志强。你家己心肝抓袂定，你着相信志强甲清白，真正有煞所对不起你的代志。你认定妈妈是一个无情的人，所以你就毋肯相信伊真正有伊的苦衷。你这边需要去受着挫折，无毋对啦，是江明正暗中咧变鬼变怪。遐毋过你家己嘛爱负起一部分的责任吗？是你家己受过大意。你即摆是咧怪我啥？哦，是我毋对，拢是我毋对啦。金阳，妈妈来意思。我无妈妈啦，我的妈妈早已经死了。我来意思是想要问你，有啥物所在需要我斗相共的无？你来毋着所在啊！你即马应该是咧甲江明正、甲丁心爱做伙伫啉酒庆祝才对。你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莫搁伫气啊啦！原本是你甲江明正串通，要不同境界啦！哥，你干对啦！
啊若无，这一条头路，伊哪有可能无用无顾，这尔放心，甲高武像交互咧江面前，一定是这袂见笑的查某，暗中联合江面前要我死的啦！我要哪有可能害我家己的囝？金哥，我是真正在关心你。看来是看卖你有啥物所在，需要我甲恁斗相。金瑶，你会我有妈妈离开金家，也不过你要相信我，绝对无可能做出伤害你的代志。无需要你甲我斗相共，我有目睭，我家己要看。拜托你，去找你的亲兄，伊万莫阁出现我的面头前，你敢做啊？我不是你的逆嫂，我是你的翁婿，翁婿。无你是起笑是？你用讲话算话，我相信你一定会甲手叫我倒。只要迄个查某囡仔一个一工，天生就无可能娶我哩。我就可以永远袂在你面头前出现。我欢迎你来我遐住。讲今个害到这样凄惨，够嫌无够，搁来糟蹋人笑。你给我一点仔时间，我一定做互恁大家看的。你也100亿了。对方是什么人？等我查出来，是个真歹看。